看说的多好啊，说多好。好，最后一句，这个呢，大家几个字很难解释，很难解，是吧？我呢搞了好多年啊，我查了很多很多的词典和一些著作，最后我认为这么解的比较准确啊，比较准确。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疏，者才恒足矣。昨天我们一个学员讲了，哎呀，柳院长讲错了，只讲了三做人、做事、做官。他说我要补充一个叫做生意，我看你的也对，我的也对，因为你做人、做事、做官啊，做人做事都知道了，还不知道做生意吗？啊，做人做生意就是做人呐，包括做人，是吧？你看怎么做生意啊？你看讲得很好，怎么管理啊？管理国家的财富啊，中德原则，这都是讲为政的大学问嘛，治国的大学问。那大家众是人很多嘛，食就吃饭消费嘛，寡大家都知道，寡就是少嘛，稀少的意思。急很迅速嘛，做事很飞快的跑，就是勤奋嘛，是吧？疏是节俭，节俭为什么节俭是疏呢？你们去查，我都查了的，是吧？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创造财富的大原则，或者管理财富的大原则，治理国家、管理财富大原则，就做到这4句话：创造财富的人要多，消费财富的人要少，掌管财富的人要勤奋，使用财富的人要节俭，这样国家财务就经常保持充足啦，很足以呀。你看说得很好，所以这是我对大学，你只要把这12句话基本上搞懂了，其余的你基本上都能够讲解了，是吧？因为其余的都很通俗的，就是这几句话有一点点难得理解，是吧？实际上你们掌握了，所以你这次培训回去可以人人教大学了。好，你还不能教啊！第4点，最后一点，教学的建议，我提出了5条要求：要求学生熟读背诵大学全文。第2，组织学生阅读孔子与弟子的故事，这本书你们读一读。第3，要求学生阅读名人全集，你看名人都是这样修身治国的，包括曾国藩全集，是吧？第4，组织学生开展修身修心等教育活动。第5，老师要带头修身修心，齐家治国。首先你把那个班管好嘛，你把家庭管好嘛，你当校长把校长管好嘛，你自己那个学校没管好啊，你还讲要学生去治国，学生向你学什么？连你这个学校老师，你只教我们口头革命派，是吧？你教我治国，你一个学校没管好，你教我治国，连个班都没管好，是吧？怎么治国啊？所以我就提出5条建议。好，你看我这个怎么教大学的啊？这里只是给你们做了一个教学的建议，是吧？你看我怎么教大学。所以他把我的在硬盘里面，你应该要用我硬盘里的东西啊，我改了的。是没错啊，不是。最后给大家，对的。你看我怎么讲大学啊？我讲大学是这么讲的，所以凡是我的弟子听我讲完以后，个个都能够讲。第1章内容提要，
这一章3句话讲什么？第一，注解，你看每一个字我都注解了的，什么动词名词啊，什么绝不注。第三，经义，用现在的话讲，特别是后面，这是我不是自己表扬一下自己了，我的每一章《论语》511章，我全部讲了第4点，感悟与智慧，并且后面的所有感悟我都用4个字。511章啊，《论语》，你看我花了10几年，后面全部锤炼成4个字。为什么4个字呢？学生好记，好记，高度概括，是吧？你看我这里学完这一章搞什么？要懂得一个道理，学完止与至善，我们做什么事要达到最高的境界、最高标准，以德治政。他讲的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你做领导、做校长、做企业老总，你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，你才能够管好所有的企业，当好领导。你这个领导道德都很差，你怎么能管别人？学了这一章就是这个。你看我的第2章，是吧？本章论述一个人达到至德至善的6个人生进修阶梯：知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德嘛，6个字嘛，6个阶梯。你看知是什么意，德是什么字？最后我把它解释了，知道要达到的最高境界，然后才能够做到志向坚定，志向坚定，然后才能够做到思想清净，思想清净不乱，然后才能做到心具安宁，心具安宁，然后才能做到思虑周详，思虑周详，然后才能得到道德真谛，才有所收获，才能所得到，才能所收获。天下万事都有根本和枝节，世界万物都有结局和开始，知道他们的主次先后、轻重缓急的顺序，那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。你看，懂得这，关键学了这一章有什么收获啊？有什么智慧呢？我们学到什么？应该学到什么东西啊？3句话：追求目标，志向坚定。我告诉我们，一定目标，你看它摆在前面的第1位的。现在我们年轻人都没目标，推广经典教育也没目标，没目标怎么去推广？标准很低，怎么推广？定了目标要志向坚定才成功，这是我们学经典第1点，这是我的感悟。第2点，心静安宁，以静制动。有些讲我心静有什么好？静则得天下，